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者是转为静音。也邀请在每一个在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将你的手机，将你身边会影响你的电视，将它先关机能够在安静里面一起来敬拜神。神喜悦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一起在安静领受里面来认识神，来经历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你，能够充满满满的喜乐与平安。虽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令我们担忧烦心的事，但我们愿意交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生命带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在此时此刻，用你的话语，用你祷告的声音，我们再次与主你对遇，与主你相遇。我们相信这是份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祝福。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左右我们的生命，不再靠自己而活，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而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集，今天晚上的敬拜完全交托神。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开我的眼睛，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胜利，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开我的眼睛，我们对主说：开我的眼睛，神要开我们的眼睛，不仅让我们看见他所赏赐的天使天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因为我们生命需要主，我们的生命会遇到拦阻，我们的生命会遇到困难，但我们更坚定的信靠神。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
啊，我们谢谢你。谁能像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因为你是神圣的，你是圣洁的，你是配得荣耀的主。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不仅拣选了我们，赏赐我们永恒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活泼起来，再一次得着自由的生命。谢谢主，我们不仅要时常在你的面前宣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害怕，让我们靠主而活，靠主刚强站立。求主赐给我们自由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学习用奉献行动来回应神。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困难，你懂得回应神，用感恩的心，我们相信神要赐给我们生命是富足的，是丰富的，是从无到有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主所喜悦的好工人形象第2讲的系列叫做了解主观与客观的生命。那在开始以前，牧师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宣告。那到底我们基督徒时常在做宣告，在做什么？宣告叫做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没有争议的宣告就是一种告知大家一个事实，这是一种宣布自己的立场跟决定。我愿意，我也期待，我渴慕。期待我所做的这样的宣告能够真的实现。好，那另外一种宣告叫做错误的宣告。那我们要了解错误的宣告是什么？它是宣布一个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啦。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做宣告，实际上是非常期待，是知道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在我身上可能没有，但我期待我可以，我期待我也有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个宣告我们一起来说：我的生命在于神。大声的讲来来，我的生命在于神。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在于神？约翰福音在第11章21节到22节说当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然后在25节耶稣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宣告生命是在于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复活的主他会不会赏赐？是会的。那这种生命是什么？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快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很忧愁、很不舒服、很期待。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学习主观跟客观当中如何拿捏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智慧。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宣告：我的生命在于神。来，我的生命在于神。第2个宣告：基督救赎拯救的生命有能力。来，基督救赎拯救的生命有能力。那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说：他对我说，这个他是主，好，这个我是谁？保罗。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保罗他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能力？是有能力的。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有能力啊？今天我们要学习主观客观哈，你还是一样哦，你要再次回到那种，我到底是一个主观的人还是客观的人？我到底是客观比主观多，还是主观比客观多？你要了解怎么样调节你的生命。第三个宣告，来，我们看绿色的部分，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宣告说：我要认真学习，一生跟随主，走在光明中。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主是要做什么？不是一群好像疯子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主就是要得着光啊。所以圣经里面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什么是生命的光？好，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哈，跟你的家人朋友说哈，说我要靠主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要靠主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走在光明中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是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什么光啊，好像很抽象的一个在叙述跟随主的很有福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很实际的，那个生命是会丰盛的，是有盼望的，而且是会变乐观、变积极的。我觉得这就是丰盛。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在圣经里面主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话语里面充满着许多上帝对人的许多主观的什么？主观的陈述哦，对不对？有许多主观的命令教导哦，甚至有许多主观的什么启示预言。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什么主观的了，没有了。这个主观的、客观的，我觉得都是世上的人所定义的。但是呢，我期待这个主观的不是按照我们人所看的那一种片面的主观，是一种有偏差的主观，而是圣经神的话语都充满着对我们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期待有改变的主观的祝福。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的主观的话语带给你生命的祝福。神主观的话语要带给你生命的祝福。什么是重生的生命？我们来回想看看，基督徒时常在讲重生的生命，对不对？那什么是重生的生命？那不就是接受基督吗？接受基督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吗？可是你想想，这种表达有在教我怎么做重生的人吗？有吗？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基督徒要得着重生的生命，对不对？我们都有听过。那什么是重生的生命？钟兰，你当牧师说你要得着重生的生命，你一定会想啊，什么是重生的生命？你又没告诉我，懂我意思吗？所以重生的生命不等于教导的方式，这样懂吗？所以基督徒每次我们在谈到重生的生命，什么是重生的生命？我们要举个例子哈，做蛋糕，你知道怎么做蛋糕吗？好，大概隐隐约约大概知道啊，不就是好像就是用面团，然后放进去烤箱里面，对不对？好，所以做蛋糕是什么？哦，我都知道。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说他都会哦，他说他会，他知道啊，不就是面团放进去然后怎么样？可是你叫他做，他说哦，这个我没做过，他方法不知道，因为要做蛋糕，他必须要多久要翻面，甚至要烤到什么样的颜色，甚至要用多久的时间，温度多少。甚至烤起来的口感，什么是真正会做蛋糕的人？他做出来的蛋糕的口感咬起来如何，甜味如何，香味如何，这些都算是在做蛋糕里面。那不就像我们基督徒吗？什么是重生的生命？我们要去回想，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在经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好好去认识。上帝的心意是非常有趣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不要过度的个人的主观的思维去看待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更多的领受。
所以上个礼拜牧师教大家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有2个，一个内在的态度，我们学习持守真理；主观的应对。什么叫主观的应对？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你的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个主观的态度，说我要去解决它，我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我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是一种主观的态度。第2个，他必须会想到在态度里面，他会客观去调整。假设今天牧师说，这个静瑜姐妹哈，我们的姐妹，你必须要开始去带领很多小朋友，好，你这一次出去，只要遇到有什么小朋友，你就去带领他们，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你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你可能心里想说，哦，牧师怎么交代我这种事情？好，我们来试想，举个例子哦。假如这种情境里面，你的内在态度，什么叫主观？什么叫主观？你就不能够拒绝嘛，对不对？我心里面我就想说，这是对的，对嘛？判断是非，对不对？这在神的国度里面传递福音是对的。好，我的心里面主观，好，牧师你交代我，那我主观学习，我心里面必须要先学习客观调整。原本可能我比较不是那么相信上帝会为我预备，对不对？那从现在开始，我客观调整一下，好，我试着来相信上帝看看。神啊，你就帮助我哦，让我能够在遇到这些小朋友的时候，让我有智慧，马上能够跟他说一些祝福的话，甚至能够邀请他到教会来，甚至跟他传福音。这就是客观的调整的态度。好，那么什么是外在的表现呢？来，我刚刚讲的都是内在而已哦。好，我们就继续这种情境，我们持守真理，要不要持守？一样嘛，继续持守真理哦。然后呢，客观的回应。什么叫客观的回应？假设你去跟了这个小朋友传递福音，那他会不会拒绝你？有可能，他拒绝你，甚至他不想理。哎呦，你是哪一个？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你要怎么样？你要客观一点呐，好，说你可能要不要太过于怎么样？你不要太过于主观，让他害怕嘛。但是你还是要对他说，那你就要想，我怎么回应他？他拒绝你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怎么办？什么叫客观的回应？你说小朋友不要怕，不要怕，我是哪一间教会的大姐姐、大阿姨哦。你说不是大阿姨，你说我是哪一间教会的阿姨？我叫什么名字？这是客观的，对不对？好，那主观的表现是什么？没关系，有些小朋友说，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他说他都听不懂，你不要再讲了。我说没关系，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我下次找个时间，我愿意跟你分享。好，这种就是一种主观的表现，我愿意陪伴引导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基督徒在传福音里面，都是涵盖在这个内在跟外在的表现当中。你怎么主客观的调整你的生命？好，牧师简单的做这个例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好工人，学习不主观去领受，他需要能够拥有坚固的性情。好，我们在2个礼拜前谈到这个坚固的性情，就是他遇到困难，他会懂得依靠神，他会努力的祷告。好，甚至他会有好的脾气、好的个性，心情里面要能够向神敞开。然后呢，这种敞开的心，什么是敞开的心？敞开的心就是不主观、客观的去学习。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基督徒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所进步，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怎么样？敞开心嘛。那这样懂敞开心的意思了吗？什么叫敞开心？叫打开心门。好，中南一开始你要跟你的朋友传福音，要带他来教会，你要不要敞开心？敞开什么心？敞开害羞的心啊，懂不懂？就是敞开害羞的心嘛，对不对？一开始一定会怪怪的，不好意思嘛，对不对？那这种心你没有打开，你会去跟你的朋友邀请他来教会吗？你不会。可是现在你回想起你曾经带的这些朋友、这些同学来到教会，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嘛，对不对？因为你心有预备好，
你愿意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因为我是软弱的，我是肯学习的，而且我是愿意接受异象使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要有所进步，我们一定要向神敞开。向神敞开，也就是不用自我主观的想法了，很简单。可是我们回想起哦，很多基督徒大部分都用很多自我主观的想法。你不相信，我直接问，哦，嘉欣，带你的老师来，邀请你的老师来，你会怎么想？你不要想太多，你只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我现在牧师就邀请你的老师来教会。你的主观的想法会先做什么事情？会先判断可不可能，对不对？然后你的主观想法会是什么？要怎么说，对不对？然后可能性大概有多少%会接受？请问这些是不是主观的想法？都是主观的。你对一个未信者，对一个甚至是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他可能有他的工作，他可能有他的生活习惯，可是当你想到你要向神敞开，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为你传福音的工人的时候，神所喜悦的工人，难道不就是期待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吗？牧师娘她的妈妈，我每次我妈妈总是会跟我讲说，啊，你不是说跟你太太你太太娶了这个太太，有机会要传福音给她家人吗？然后说是啊，但是好像有点困难啊。我心里面也会想，好像有点困难啊。甚至我时常会每次遇到我的这个丈母娘的时候，我每次都在回想起当时候我回应我的母亲所说的。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啊，你娶了一个这样，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虽然受洗了，可是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就是爱他啊。可是我母亲告诉我：“啊，他的家人，你有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啊？”我的心里面发现我有很多主观的想法。可能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了解，向神敞开是一个相信上帝能力，而我愿意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吗？可是我觉得这种关系里面，基督徒不见得愿意。很多时候我们有考量很多的因素。牧师在2个礼拜前去关心一个，他身体有一个病痛，那他是从那个一个姐妹她是从那个中华路教会一个陈光明牧师所介绍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她的朋友因为得了一个癌症，那她没有福音，可是她的女儿是信主的。然后这位姐妹就带领着我，邀请我，期待我能够去那边祝福她这个朋友。那我发现她朋友是一个相信神，而且是相信福音的。所以我去到那边，你知道牧师只能够完全就投入在上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就告诉这位姐妹，如果你要活，你跟神说，但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回应神，神就救你。这种宣告，要不要有很大的信心？要呢。如果没有活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他没有信心，不是我的问题，好像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生命的主，上帝不就是生命的主吗？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我只能够为你祝福，告诉你一个真理：你的生命，如果你想要活，你想要得救，那么你就跟我们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你要相信他。你知道吗？今天早上牧师接到这位姐妹打电话来，不是这位生病的这位姐妹，是她的这位朋友，她告诉我说：“牧师，你知道多奇妙吗？他跟他的先生，跟他在他女儿的带领当中，他们决志要祷告。”我非常讶异，他邀请我在下个礼拜2，我们要再一次去他家里，要为他祝福。所以牧师在下礼拜2，我会邀请我们的长子同工，如果时间上 OK， 我也期待能够去到他那边，一起来祝福他们这个家庭。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愿意去传福音，
你可以像这位姐妹一样，你要相信牧师都愿意陪伴你们，一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相信这个福音绝对不是只有你自己在领受，当然，这个福音不是只有你，你要回去将这个福音带给你的家人，懂我意思吗？当你在这边，你愿意哇，你很喜欢来教会，可是你要去想，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他们都还没有认识这位主耶稣。但是这位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你是怎么在看待的？是客观，我只是来这边打打鼓、弹弹琴，我非常喜欢。可是这个生命在你身上完全没有关系，那你要好好思考。你不能再只是客观的，我只是来这边反正我很喜欢这个环境。No， 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神的话。诗篇32篇第8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须用脚环将绳勒住，不然他就不会靠近你。好，这段话呢，谈到了上帝对大卫回答说，也是诗人大卫他转达了上帝的命令。上帝他非常主观的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主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这么明确，上帝竟然是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卫，不就在告诉我们吗？他告诉大卫说什么？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马。什么是骡马？你简单想象一下，马，不管是驴子或马，这个动物它必须要受到人怎么样把它牵住，透过那个什么缰绳，透过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马？它不是都会带着那个叫做绝环缰绳把它勒住，控制它。他说你不可以像这样，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一个做一个动作，有没有？然后你牧师你就教我怎么做啦，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你就教我。然后有些时候到他一辈子都是希望人家教他，他不愿意学习是什么样，让神的话来去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更主动，而且能够更活泼的生命，能够直接看到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很快的，他很敏锐的。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习惯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可是主怎么说？他说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马不要像那种马一样，他必须要怎么样？还需要人家把他勒住，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走就怎么走。哇，我觉得神的话很特别，上帝教导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骡马，是被打一下就动一下，勒住一下，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这叫被动的生命。第二种，我们要了解主的眼睛看到哪里，你要学习，我就走到哪。就好像牧师看到你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中南刚来教会的时候，他穿着拖鞋来，然后牧师就看了一下，他说怎么了吗？如果他是说牧师不好意思，我今天刚好出去忘记我穿着拖鞋，他知道，这叫做什么？主的眼睛看到哪，他知道自己的状态。那如果他说怎么了吗？意思就是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主的眼睛看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主在哪里，我们就动。主要做什么？他希望我们什么？不能怎么样，我们就懂得停。哇，我觉得这种生命是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学习的。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主动的生命。箴言26章第3节说，鞭子是为打马。好，这个叫好像是背还是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好像是背头什么，我忘记了它是4声的好，就叫背头吧。那如果有更正的牧师明天讲到再更正一下好，这个
背头是为了勒驴，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靠主在生活，而是靠着主观在生活，在处事。好，因为是要怎样？什么叫主观？主观就是说，反正不管怎样啦，反正你就教我怎么做嘛。我告诉你哦，你教我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一种主观哦，这不是一种客观哦。反正我不管怎样，你说什么我也听不太懂，反正你就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主不主观？其实是主观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要像这样的人。在加拿大呢，一位专家他特别去考证，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他们毁灭是因为什么关系？是因为铅中毒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报道当中呢，根据加拿大这位国立的水质研究协会的人员他的研究，罗马帝国他们历代的皇帝他们都会很爱喝酒，可是呢，他们这个酒壶啊都是用铅做的，而且呢，甚至呢，盛菜的菜肴的这个餐盘啊，也是用铅做的，水管也都是铅管，甚至呢，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呢，每天的铅的含量比现代的美国人是多出了7倍啊！所以这个专家他指出啊，这个主宰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的很多的状态啊，你会发现这些皇帝他们都有痛风、失眠、精神异常这些症状，那这些都是由铅中毒所引起的。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过着个人主观的基督徒，往往也就是过着这个慢性中毒的生命一样。如果你的生命，你不懂得知道你自己在这种慢性中毒的生命里面，你觉得你的信仰真的对你会有帮助吗？懂我意思吗？有些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也不祷告，他的心往往就是我反正不管了，我今天来了，牧师有看到了就好了，好，上帝有看到我来教会就好了，我也不管了，我回到家反正也没人看到了，反正牧师问我有没有祷告，我就说有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处在就像那个古罗马帝国一样，反正他们不在乎，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不见得会改变。你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你跟他讲说这种东西吃了有很危险他会说什么啊？人肉毛去拜戏，靠我要紧。我觉得有些时候到底他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我每次只要看到这种类似这样的例子我都会发现这样生命的人他的生命都是在主观当中他是在离开神的心意，他不知道怎么样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怎么会丰盛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如何亲近神。神需要我们停止，我们要不要停止？要不要？好，不要参考用的啦。神有些时候需要我们立即马上行动，我们就怎么样？就学习立即行动就好了，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常看到的垃圾嘛、桌椅嘛不整洁，我们就马上去拿个抹布，马上就来擦，对不对？好，所以钟兰。打扫只有在礼拜6打扫的时候才打扫吗？不是吧？你会发现周间有些时候牧师会说，你们这个桌椅有垃圾用完了，是不是要怎么样？看到了就要把它拿去丢，是不是？不整洁，我们就马上看到就去把它恢复。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要忽视祈祷灵修的重要，亲近神、亲近主，这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成为离开上帝心意的人。自己的心意跟上帝的旨意，假如上帝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而自己的心意不能更改，我们来了解这两个关系。你觉得上帝的心意更改容易，还是自己的心意更改容易？自己的心意更改比较容易对不对？可是往往我们都去更改上帝的心意上帝，你改一下这个，我现在还不行对不对？上帝的心意嘛，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可是我们大部分都说我不行，我太难了，这个让有能力的人去就好了。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心意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客观领受。好，我们的心意不能更改，我们都是客观在领受，客观的领受神的心意啊。我觉得不见得是好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主观去领受，主你说什么我就做，主你要我怎么样去行我就去行。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客观的领受神的旨意，而把上帝的心意去更改掉。我觉得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工人好形象的生命，是必须要生命培养容易能够让神来更改调整。你愿不愿意让神来更改你的生命？要不要？中南，有时候牧师都会很直接跟你讲，对不对？你喜不喜欢？如果你行为有不太 OK， 突然间牧师直接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喜不喜欢？通常一开始不会很喜欢啊，为什么你要我改？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对不对？你本身一开始本来不是很喜欢吃泡面吗？现在还喜不喜欢吃泡面？喜欢，你看有没有？要让他改容不容易改？不容易耶。可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泡面吃多了对身体好吗？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真的哦。牧师国中也是常吃啊，可是我现在知道我那种东西很危险，哦。可是对年轻人就不会觉得嘞。所以我们要知道哦，生命的培养容易让神来更改调整，我们要容易的让上帝来调整，好。容易的被上帝来停止，而且容易让上帝来带领，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 PPT 是好，这是上帝对服侍他的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对服侍他的人，不是说我要服侍他就那么简单，一句话就带过。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愿意让上帝调整。好。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人想要来教会，甚至有人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志工。你知道吗？要做志工，不是只有讲一次，你要常常到牧师面前，你说牧师，我想要做志工，好，那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要来？好，我就等你来嘛。来了以后，来，我来跟你分享我们需要做什么。我要跟你讲什么？这当中不可能一次就讲完。讲完以后，你要想，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做得好吗？甚至你要去观察，你要去学习。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服侍神，需要一段时间，你才会服侍神，对不对？所以嘉欣，我记得嘉欣刚来的时候，如果一开始牧师就请他做什么做什么，你会喜欢吗？你有办法吗？应该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环境我还不太熟悉，有很多方面我真的还不是很了解。可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跟随主，越来越了解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生命在我们使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关系，你说什么我就学习顺服去做。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对服侍他的人的基本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甚至怎么样让上帝来带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有足够的盼望跟力量，将上帝看作为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乐意接受的人，而且能够学习去认识上帝真实救恩的智慧。最近牧师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这个生命功课呢，其实让我学习到很多。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你是一个管理者，你是一个发号施令的管理者领袖，你一定要了解这两个重点。好，第一个，我们不因为个人主观的感觉，将那个对的真理、对的感受，就把一个真理怎么样推到过分的无限大。什么意思？譬如说，我认为你需要去传福音给你的家人，然后我就一直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你一定要这么做哦，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这个人有什么困难，你就是这么去做就对了。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真理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用我主观的感觉要求你，期待你，甚至你放在祷告当中吧，你就去吧，不用想太多，这种就是非常主观的。这样懂了吗？所以呢，这是在我当中，我觉得上帝给我
成为一个管理者，我让我更多的体会到，其实我要求神给我更多的智慧。第二个，我们不因个人主观的感受不佳而绝口不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一个弟兄姐妹他的一些行为，甚至我们的家人的行为反应很糟糕，我们会宁可怎么样？我们不想要跟他说话了，我们拒绝跟他说话了。我觉得这样子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往往会让我们怎么样？缺乏机会将福音带给他，而且祝福一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哦，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爱人，去传福音，去完成大使命。基督徒一生的努力跟目标的功课，不就是这样吗？还是基督徒一生的努力的目标就是我能够去大桥教会？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我能够去教会吃顿饭，这样而已吗？我的一生的使命就是我希望我能够都去教会，能够看到大家，这样而已吗？我的一生的使命难道就是只是去教会，然后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一起唱着歌而已吗？哇，我觉得好，真的是有这么单调的事情吗？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不是这样的，一定有神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是一位神所喜悦、所重用的人，你要去想，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经过一个热闹的火车站，他看到一个双腿这个残障的人然后在那边摆着这个铅笔的在在卖铅笔那他漫不经心的呢，这个人呢，他走过去，这个人他在火车站里看到这个在卖铅笔的残障的人士，他就拿了100块，然后就拿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他就跟他说，来给你，这个人给你这个100块给你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又回来就跟他讲说他说不好意思，你是一个生意人，我觉得我刚刚的行为，我是把你当作像乞丐一样。你看他把钱放下去，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他一开始的行为是把他当作就像乞丐一样。可是他后来又回来以后，他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你是一个生意人，我刚刚把你当作像乞丐一样，对不起。”这句话讲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人他又在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家开店的老板站在门口，就在那边微笑看着他，就跟他说：“朋友啊，来，我一直很期待你的出现。”那一个残障人士就对了这个人说：“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成生意人看待的人，你看我现在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生意人。”我们要想看看，我们的教会，这几个礼拜牧师都在讲，我们的教会曾经有这一些中辍生进到学校、进到教会，我们是否也曾经就像这一个人刚刚所讲的，他拿100块给他，就像是乞丐一样？我们的教会也曾经办了很多餐叙来招待他们。我不晓得你的心就像乞丐一样，只是分享而已吗？还是我们愿意在接下来有机会，当这些学生进到教会的时候，你不用怕，你学习把他当作就像你的朋友，把他当作就像这一个朋友一样。你知道吗？这个礼拜牧师遇到有2位国中生，刚应该算是会考结束了。他帮他家人煮饭、炒菜。他爸爸是开餐厅的。他虽然看起来喜欢抽烟，穿着破裤子，讲话不是很不文雅，可是，在那对话当中，他隐隐约约的告诉了我，他是多么有能力在陪伴家人，然后赚钱生活。我觉得教会的基督徒要学习心态，要懂得敞开，
把每一个人看作是上帝非常重要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每天牧师只要带着孩子去国小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早餐店的旁边都会遇到这个生德他太太。生德他太太是学校的导护，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在对待这些学生，哇，非常有礼貌，而且他在带着他的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每一个经过的学生，关心他们的安全。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热忱？看到人就像关心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一样。我觉得我们学习的主观跟客观，不再只是一个判断能力，而是真实的有爱，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工人的形象，而且知道主要我做什么，牧师要我做什么，他在表达什么，我马上知道，而且我愿意去学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懂得用一颗谦卑顺服客观的心，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你用你丰盛生命的话语赐福我们，祝福我们。每当我们听见神你的话语充满了许多的教导，有许多智慧的言语，我们更愿意学习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给主听，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行动来见证，来实践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蒙福的儿女。求主你赐福我们，赐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传福音是我们生命的使命工作。这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打从心里面能够主观的去领受神所要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生命的祝福。愿你平安。